咁但係咧，港股市場咧有個好得意嘅位咧，就係佢受影響嘅資金嘅來源咧，其實好分明嘅。即係離不開可能係歐洲晏晝3點開市，跟住之後日頭就上證咁樣拉上拉落嘅。而香港股票嘅市場咧係一個波幅市嘅市場，佢唔係直升嘅，即係佢升完你就回，升完你就回。咁我係最中意玩中間嘅波幅，因為咧有波幅先至令到你離開咗再入翻去啊嘛。其實因為咁嘅原因，亦都會令到你如果真係覺得呢個賽道嘅依隻股票係做得好咧，你會再深入研究呢一間公司會唔會淨係唔係炒圖表，而係真係炒嗰間公司嘅真正嘅基本面。咁呢個係好重要嘅。第二咧就係香港嘅市場咧，你話對比其他國家咧，我個人認為個市場嘅深度咧唔夠深嘅。但係呢個其實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唔好啦。但係對於我自己個人覺得嚟講咧，我覺得係好事嚟嘅。因為咧市場嘅深度唔深，其實你有唔同嘅技巧嘅方法咧去彌補呢個市場嘅深度唔深嘅。例如有一啲技術咧，其實得香港市場有嘅啫。例如可能我自己比較中意交易嘅一個模式，就係用盤路嘅形式去交易香港股票嘅。